3个月之后真的不会漏电了吗？任小宁啊，我相信。你会不会怕我？不就是漏电吗？我不怕。以前在梦里，我都看不清你的样子。现在我终于知道我的大哥哥长什么样子了。原来那句话说的是真的，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的重逢。那我就先回家了，不然奶奶跟姑姑会担心的。你一个人可以吗？我一个人可以啊。如果不可以的话，你留下来陪我啊。我看你是真的没事了，我走了。我送你。Peter 不是说了，只要3个月是吗？是。3个月之后真的不会漏电了吗？任小宁啊，我相信。这些文件下班之前给我反馈。好的，老板。还有这个，特意给你买的。First blood. Double kill. Triple kill. 凯哥，你们有没有觉得他们两个怪怪的？你笑什么呀？谁呀？他们两个，他们是这样啊，你们设计部的事情呢，我们行政部是不好发表任何意见的呀。那你回行政部去。怎么说话？走啊！佳佳，顾总这招高啊！佳佳，开开王亲手包的爱心款。佳佳，开开王同款 Miko 桃桃红柚，好喝又开运，桃花满满，你值得拥有哦。你最近脑子有病吧，王凯？我想跟你换一种表达方式。果汁茶不错，但是你身价不够，别乱换风格。待我成为富豪之时，定是娶你之日。